错风若是歹的眼睛，伊叫你流去跳街。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。上帝的几行差最难满意，脱下披衫的西来爱去来比，迄昨晚风势高涨海黑伊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变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抢等走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摕奖牌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银色你，我走上婚姻，让我思念色了满心，春天不差点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，用最自然的梦色。哲胜，哎，哲胜，哲胜。哎，彭以季，哲胜啊！啊哦，彭以季，你免用的啦。俺用酸寒后啦，小乐开洋葱。啊，正给，小乐。小乐。你用啥酸来用的啊？你用姊妹上大的无？无啦，迄本册咧打嘅咩？唔通讲猜咧。啊？哦，我迄个万人间大爱嘅小乐，爱听唔会变过给这。小倩啊，这啊？所以呢，你总都打谁妹？哎呦，你用姊妹做嘛老小倩上大呢？唔系啦，迄妓女外父卡水母，三人水到腔下，伊个脚哦，练来练去，挨到尿水啊！这个早上有老唔着讲嘛解无？有老唔着 face 你咩？伊试甲哪一滴水体咧阮用的啊，挨到要排泄落去讲。用是总的，来想办法。啊，错！哎，点地都有懂得嘅安全帽啊，我拿来分流用冇？伊无效啦，俺木竹哦，按用就算强嘞，含用来个数。叫啊，看啊俩，很俩，就懂痛呢。哦，俺做嘛滚空啊？哎呀，冇啦，迄位看吼，有洋葱冇啦，嘿，俺做啲拿药的本个啊，个药的，嘿。是的啦。啊，腰又痛，又痛。哦。小乐奶啊，佮英英吼，讲起来咩武林高手诶，系嘛？唔看啊，佢老小倩吼，迄暗久都冇事情呢。伊老鹰虽两道名虫啊，讲痛啊！而且，张一按不就按呢，我会想办法呢。想买办法啦，小倩了下就无想要做去看家训的妈妈。啊，做得请配个匕首，问佢带冇？配个匕首。做得天数当然迄真好啊，不过费用老阿姨要一档面创啊，总唔得我小倩，所以天来风啊。无说啦，Q 咪扣一下，虽然吼会月师傅卡台了，不过嘛还袂使安飞啦。俺师傅台，拜托，松柏很慢，你家哪有师傅，谁都谁唔落。甲下一位吼，甲裤毛好矮的骑棍，
嘿啦，老唔是哈，因比哦，这个做的比谁师傅来做的啦？嘿啊，莫你妈的饼啊，莫啊，养啥师傅较材料啊？你做比啊，莫唔讲啊，好。哎呦，好诶忙啊，洗来提粒，我提个比的，乜人太粒，乜人洗粒吧。排洗啊。我唔会用的啦。不过吼，唔对做得继续啊，因为我真经对师傅吼有研究哦，我个此行查个坐垫厂商啊，对师傅吼没有做过个调查。熊妹阿姨，假使哦认到做得输入小倩，就什么认到咯。正经。哎呀，这米下就好了呀。什么熊妹阿姨？唔使去啦。小乐啊，做嘛木竹 M 店啊？好啊，小乐，杨木竹冇痛快哦。安样呐？先生讲吼，其两个木竹视力啊无共用，我说先生可以用脸瞧一下。哦，嘿哦。时间到了哦，小乐，去练木竹哈，好，拜拜。按用咁好啊？文炳讲会面创坏衰，小倩迄个片应该会好着的啊。讲你按用。我爱基本你爱水呢片咯。惠誉老瑞音唱很好哦，香港的轮流人来唱下水呢。嘿啊！对哦，唱对爱很好哦，提白爱隔壁恁啥，就冇按用呢。你们好有人情味哦。T 凤姐懂演的呀。对位木主有下好点吗？有好一点点，有好着的啦。唔对哦，很生意哦。红葱恁只水，咪会上葱哦，俺拄好。嘿啊，爱条从这种按用啊，水到半夜啊，会强下空起来是茶，另外强下一片手。嘿啊，很神奇哦。应该系因为恁是姊妹吧，才会按好好，按拄好呢。嘿啊。有兄弟姊妹因很好哦。像爱像去改因，咪冇因人会强下教啦。小倩莫按用上啦，起无迄玩具迄痛的，唔去甲做地用啊，莫让人相抢啦。系呢，按用爱半夜红伊来涉水，咪袂让伊上床啊。错咧，爱想讲伊咧道理哦，困难伊爱怎个咧配到。拜拜，晚安。晚安。生意到位哦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行枪，我怎来骗呢？我听讲你哦，老文炳家安全冇好咧。阿姨。小倩。俺红咧，你有看到掠到啊？就想讲俺阿妹来咧行看看咧，看到俩迄个观摩啦。唔是洗完到啦，大家唱到拢爱读书哦，俺从来拢爱强下水呢。真紧哦，叫做好啦。俺叫天时凉了，俺头水冇垫屁股咯。爱知啦。好啦，有事情做等你别睡。晚安。晚安。阿姨。样诶。你想要听下专业吗？唔系啦，我系想讲哦，真紧倒唱下阿妹呢。小姐，你两个爱去健康，看也面从无面衰，爱像小腿怎么一样诶，爱咪都唔盼的。阿姨，系讲你听我先的阿妹，我希望你赶紧就系啦。
好笑咧。你能让爸爸大些做好朋友，唔乱想。那係做得让我尊重人妈妈。来，这里有2颗蛋，对付淤青呢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蛋呢放到淤青的地方滚一滚就好了。来，请享用茶叶蛋。哎呦，临时要用，来不及煮啦，效果一样。来，慢用啊。这咖比啊，现做七弟啊，搁会会硬。我巴肚眼的面虫，迄无好水啊。现那个偏酸，咩按钮？现眼的要偏酸，咩按钮？哎，看咯，很紧张去，阿奶家不考算好的啦。我亲自问过啊啦，贵讲无爱啦，贵件吼，贵是阿姨来吼要清楚贵啦。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哎。谁家还有空房可以让他躲啊？文敏不是一个人住吗？应该有空房啊。不行啊，小倩去文炳那边住。不会啦，那文敏不是有学过一些什么拳吗？哈哈 ，OK 的。可是你又不知道文炳他，我知道了，孤男寡女。也是。好啊，你吃醋，我吃醋。哦，你也拜托一下，你没看到我每次看到他，我都躲得远远的哦。你这个哈就叫做欲擒故纵。什么欲擒故纵啦？我也有这种困扰哦。以前啊，喜欢我的男生啊，动不动就是拉我的头发，扯我的裙子，哎。可是文炳又没有裙子给我扯。哦，啊，你不会举一反三哦，你就越故意这样躲着他，他就越着急呀。这个就是欲擒故纵啊！来啊，喝喜酒记得要亲我啊！啊，没事啦。不会。啊，你嘛通良知，小倩嘛真简单啊，贵嘛系钱长地贵飞开袂用呢。没个啊！我说啊，小倩也很难过，她也是今天才知道她睡手也会这样啊。也就老弟讲嘞。阿嬷嘞，会用大陆病的啦。哦。嘿啊，无爱老弟讲，半夜莫要打架哦。我们很白痴哎！我们爱用老牙子讲嘞，我就半夜放起来小葱嘞。按钮几没心哦！你们也白痴。卫生所有病房啊！啊，讲到卫生所就跟我有关系啦。你们帮忙，住我这里跟住阿兰姨那里有差吗？她新妈妈要来，还得先经过我这哎。你们3个哦，真的很呆哎！不会想想看，谁家有房间哦？每个人家里都有房间呐。淑慧说的是空房间呐。谁家有空房间啊 Peter 啦。哎，我说文炳，你就说是孤男寡女，去 Peter 那边难道就不是吗？哦，如果跟 Peter 住在一起没事的话，就表示 Peter 是什么啦？姐妹。Peter 他们家在做什么的？民宿啊。对哈。所以呀，让小倩住在 Peter 家就是最好的方法。对哈。太谁啊！太姑婆兄弟，那水太袂爱用啦。水退嘞，马卡就唔滴，没眼问题啦。其实没按用啦，我人气高，无上过去。嘿啊，慧玉条条咧飞的师傅吼，嘛迄个便携师傅刚刚会查错啦，你迄俩摸摸改啦。
水叫咱用的啊！伊遐讲个也唔好，伊遐讲个假唔好，爱睇药，奈无，伊遐讲个师傅他，伊遐讲本来当作，我现在提出你啊，我还冇讲奈无，你就知啊！我叫啊，充满用安胎啊，什么事找你加过来，跳起就跳唔得，加油啊！那么最后你啊，太救命！哎，师傅啦，你还太救命！师傅啦，救命！做啥？莫吵来啦！无看到小倩喊腿艰苦诶。好啦，该皮特那条大河了啦，还有长辈变得麻烦啦。好啦，小倩，我哋喏唔冇反应啦，你唔免闹。我年纪大哦，身体较难啦。我哋啦，歹势啦。给，迄个钱啊，大条出啦。嘿啦，应该啦，大家好丢丢的啦吼。用做得安用咧，对，像来让来承受诶，用做让来出钱咯。做对啦，有一法按到花钱消灾，消灾。啥啦？错啦，花钱消灾，咪乱讲啦，然后嘿，预防胜于治疗啦。吼，你这乱讲啦！加油，奈么，太师傅，太救命！太救命！太救命！太师傅啦！太师傅！太师傅！太师傅！小倩，有娘来么？小倩迄无娘子吼。不好意思，客满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边都客满了。那我们再去附近找找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哎，下次要来哈，先预约啦哈。张磊了哦，张磊了，张磊了。阿阮呐，今年包好了嗰间间房，有冇要年去啦？就小倩啊，佢筹备安排一临时张来，无叫现在未。今年要做唔得，老年租本好嘅间房用本期呀。哎呦，空定咩空定啊，无影响，错冇要紧啊。花总得按你讲，又系年纪嘅问题点喎？哎呦，哦，唔就唔对啦，家姐我筹备安排几千年来呢，有个风雨机啊、飞肉啊、水银啊、小乐都来了呢。哎，讲带来笔钱，哪有可能讲做唔得啦？哎，第四个细妹吼，还是使唔走的呢，还讲几千年来。个小倩佢咩咩无体保护起啦，佢来也做埋呢。我弟通讲迄三家个新的阿妹啦。哎呦，佢都唔系充电呐！我同讲哦，个充电器啊吼，好定啊，甲快富士嘅银行行问来啊哦，而家个老小倩又很转意啦，迄无甲快富士嘅银行来嘅，哎，甲出等嘅快咩嚟唔掂哦，我用嚟同佢交代。哎，人家知道个银行一毛不失吼。我是讲，伊海哦，就讲那个气泡矿泉水啊吼，伊海呢又有五行水果餐，哦，上下左右又装得又偏人吃。我老唔讲啊，亚种下腹嘅人嘅体质哦，听说有东洋种嘅问题啊。哎，福斯基嘅时节哦，听说啊，我喊卡细呢点个，点啊？哇！
讲嘅迄杰西卡，经验丰富。哦，严格嘅要求哦，你若入要看哦，这啲哦，迄嘛个款嘅人咧。当然，还 Jessica 呢。我唔讲啊，唔单止个安尼哦，连佢上都嘛个用的哦，我就讲会出来。哦，很强，按你有蛮快呢。First step， 气泡矿泉水。你看哦，亚人呢，佢天初啊，係想去啉凉水，不過呢，要降太克哦，加卡路里啊。古時候啊，就想買個氣泡礦泉水啊，吼，就滿足佢切噶。呀哦，看起來唔係個航空母艦哦，應該要有個坦克車個 level。係哦，古時候吼，佢要求嗰條個子，應該係一個橡皮船，係嘛？唔要，就是有吉普文呢。哎呦，天天研究，多少有咩題目啊？做嘛？乖，哎，我同你講啊，個迄亞亞做案件等個事情哦，佢都做得有很多嘅問題。亞人啊吼，就看得出，平常時對人呢，應該啊就會害很多的關係啦。佢啊，聽說懂刺鼻，還有呢，可以懂這。好，這吼唔係嘅嘅唔錯，不過吼出嚟行業就太唔錯咧，喺你都要收天嚟啦。Peter， how can you say that？ 喺台灣係你講人權嘅所在地啊！唉，唔過啊，一年後真係懂得。歡迎光臨，來，我來幫你拿，我來幫你拿。我幫你拿這個就好了。不然我們先拿這個好了。請進。不好意思。來。哦，謝謝。您請。謝謝。皮倫。你好，住宿嗎？啊，對。啊 Jessica，住宿滿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們客滿了。客滿了？哎，怎麼會呢？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助理有幫我預定啊。啊，有嗎？不好意思，哎，你這裡是貴客民宿對嗎？啊，是貴客民宿。那就沒錯啊，我助理有幫我預定房間。這樣啊，糟了，他是不是沒有跟你們做最後的確認動作？沒關係，您貴姓大名？啊，我姓洪，3點水的洪。洪是不是？洪小姐。啊，是。稍等一下啊。好，您忙。就個氣泡水小姐啦。氣泡水啊！洪小姐，您好，再等我一下啊！哦，好，沒關係，你忙。稍等啊！要用個啥啦？來看哦，就法師講好的啦。What？ 點睇啊？乜個實法實講？我請我聽報就安排巧的呢。實法實講哦，咁賠錢用個啥？哎呦，一早唔得留給小倩腳走啊！來看佢吼，佢笑面的，你老師老員工唔會用的啦。我就講冇啥費經驗的，我老唔講啊，有個人就會安尼啊。哦，你那面條錢啊，穿你笑面哦，笑到情難難的，面一邊啊，過去哦，都係個孤島啊，看，有人用個啥？做唔得呢，我應該想伊咧方法真好，無好嘅就來講，也係咁樣嘅不可抗力嘅因素啊，係咩無奈何嘅事情啊，也係講。政府法令有規定，做唔厲害吼，從下份嘅保護去，
那装唔得，有钱穿没有穿呢？哎，呀，迄讲，啥？迄个都送个下午啊，听说无你会上不上天嘞？应该会体谅人张穿。谢谢。不好意思。所以说现在隔壁住了人。对，因为他昨天突然就跑来，然后我们也不收留他也不行，就不好意思。洪小姐，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，我们为你致上12万分的歉意，请你一定要原谅我们，我一定会努力尽力的帮你做到最好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其实我不一定说要隔壁空房间。这都是我的助理，他比较神经质，他认为有这些要求呢会对我比较好。其实我这个人是没有什么特别要求。哎呦，早说嘛！昨天你来之前呢，我还在想说你是不是很难搞哎。不好意思啊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你还好吧 ？OK 的。那我们上楼啊，休息啊。谢谢。Peter luggage 啊。谢谢。这边请。还好吧？还好。小心点。是应该，样子会切的。手会痛哎！哎呦，我是在帮你们化妆，又不是擦药，叫成这样，你看有没有比较不明显了？可是你擦药跟化妆都在同一个地方，怎么不会痛？而且我们是受伤哎，用化妆品这样盖，有帮助吗？会不会有后遗症啊？你们是要后遗症还是当丑八怪？后遗症，那就对啊。你用啥？有看好吗？兰姨，俺已冇尿急啦。哎，实在很麻烦的，对不对？迄个，你啊，左边那个钱啊，你就注意了。冇改钱？就给小倩很民俗的钱啊。哎呦，冇要紧啦，大家拢会付边机呀，不用啦。什么不用？邻居再好，也没有听说过可以白花人家钱的啊。哎呦，阿姨，关于这一点哦，你就太不了解阿元叔了啦。对啊，阿元叔平常都这样，大家也没说什么啊。你们那个阿元叔啊，他是特例啦，跟人家不一样。来啦，收下。哎呦，你跟我们都算是小倩的邻居，为什么你可以帮他付钱，我们就不行？嘿啊！哎呀，我跟你们不一样啦。哪里不一样？我就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啊！哎呦，人家妈妈来付钱了，收下。对了，来了，收下。好了，乖了，收起来。哇，小倩好幸福哦！原来那一个加上眼前这一个，还有新来的那一个，这样总共有3个妈妈哎，好棒哦！喂，有些事不是越多越好哎。阿兰姨，小倩那个新妈妈什么时候才会来啊？我也不知道呢。我昨天有试着打电话跟小倩她爸爸联络，电话一直打，都打不通，可能是在飞机上啦。有可能。不好意思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附近是不是有一间戏院？我们不是本地人。不好意思哦，对不起。好痒啊！我想请问一下，这附近是不是有一家戏院？有啊。你如果出去啊，靠左边走到底啊，往左转，你看到一个大的广场，那就是戏院了啦。怎么了吗？不好意思啊，这个你的头发是不是很久没保养啊？这个分叉的好厉害哦。
是这样子啦，我是看你哦，这个穿着这么有品味哦，这个头发你要不要顺便那个热油保养一下？我保证保养完以后呢，头发绝对会柔柔亮亮的，感觉哦非常的这个光彩动人啦。你也知道，你穿成这样子哦，然后呢，这如果搭配这个头发分叉的话，感觉会差很多。如果头发保养好的话，整个人会更漂亮、更有自信哦。不会花很多时间吗？哦，不会，我们那个是快速热油护发，所以呢很快就会好了。好，那我就做一下好了。好，来，麻烦你了，我绝对可以帮你救回来的哈。起码这个你知道这个，你坐下来。要不然就太可惜了，对不对？平常工作比较忙，所以就没有时间。头发还是要照顾它的。嗰啲飛哦，很貴無？唔愛啦，唔看記啊，本記哦，好好洗一下啦。記迄做乜嘅呀？有冇按橋啊？咩無講嘛解啊？搶啲迄老錢有關係。錢？加亂風做啥啊？唔係，哎呦。就简单讲几句，迄嘛该制造业和迄上市公司。哇，真强的外经营哦，事业心很重哦。那咩唔清楚？哎呦，有冇讲几多？家人哦，懂传统。迄屋卡哦，青苔嘅，从细哦一片读书，一片做事。露台露妹嘅学费哦，全就迄期哦落嘅。哇，女强人。过来，我头面啊，佢动辛苦哦，高中大学哦，都係讀野狗。伊種有一年啊，幹電去讀書啊，出茶貨誒，單年哦，單2整年啦。呀，條家來嘅哦，等於送雞湯本記啊。唔過啊，佢寫條家唔真知啊。球咪啊，迄個冇講間道，啊，他咪啲間道啊？就閒呢。哦。錯了，你用要到670啊？啊，來一天啊，長銀行按一個小倩出那個民宿的錢啊，有100係小樂跟方宇誒，係啊。哦，嗰就拿去本人啊。好，我拿去看去啊。哦。莎再來啊！面泡網塞。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把你吵醒了，是不是？啊，沒有。这么晚了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看你那么累，我想说让你休息一下，有没有耽误到你什么事啊？其实也没什么。我马上好了，来，你先坐一下，让我们处理一下，好，马上就好了。有人在吗？
请问有人在吗？然后大家退开啦，过来吼，阿兰你袂困难啦，大家唔是百姓。哦。也好，连个新妈妈那样时会来，全就唔知呢。小倩，我伞都来去啊。呀哈，但请忘记，来地震署夹条会来，有嘛家就讲清楚，无按样没办法啊。嘿啊嘿啊，唔知吼，夹个新阿妹上都用诶。用啊！我甲哈我看我mail，结果怕迄小倩今日无登出，我就点你去咧。唔爱看人家 email 啦。付唔差的啦，我去落去的啦。啊，按样都是人哩耶。我就唔要调试的啊，就看到了啊。小乐啊，你都下马给快啊！哎呦，迄文言的意思啊，怎么改啦？俺就吃得懂亲嘛。好啦，唔要调试的，当做无看过就好诶啦。迄信迄阿正书寄来的呢，邮着会寄。急，嗯，唔嘛个事啊。寄写小倩的新阿妹今晡日我来亲记呢。喂，你还在贴做嘛个？肚脐唔会落去啊？爸，唔要啦，阿兰无菜啊。无啊，伊讲我送东西碰小倩啊，拍嘢都专门要哈。你家己有来哦？乜嘢啊？夹啥妹啊？无啊？迄寄来讲的唔对。嘛唔提，唔会啊，这种无拄到阿兰只要讲啊。啊，迄边寄来个，阿兰唔想讲啊。唔想讲，今仔我唔想讲啊。无听错夹着严家咧啊？严家？啊，那你甲小倩新妈妈两见面噶？俺用弟啊，唔是甲无下讲，唔免俺讲的啊，你才讲的啊，小乐讲的啊。我通阿姊讲的。俺哪有人用讲，俺家迄。好，我弟。哼哼。因为个阿奇珍二老骗人结婚呢啊，故说阿兰姐呢就无爽快嘞。无爽快？我嘛无爽快啊！哎，你来看啦，个小倩做来俩味啊，就填阿兰姐吃，哎，你怎么冇吃皮味啊？阿兰伊老地震做迄好老朋友的啊。但老弟妹迄老朋友啊，个味无所在比迄啦。无。个记老阿水白妹当宿舍啊，个阿英的家球无所在比迄啦。无。个是定位阿英的办过来了，还有个无所在比迄啦。哈，原来係愛球戲喏，冇吼，迄同以前要搭小倩睇家吼，無強 BL。好水，做乜都愛真好咧？總講一句啊，個阿奇珍老阿蘭是個關係啦，本來就無簡單的啊。是講當鬼嘅係，喲阿奇珍就人話按當年的胸貼咧，怎麼連批論這麼標一粒，叫做無啦意思的啊？爸，人家名上當重要，莫亂講啦。我冇亂講啊，個阿奇珍老阿蘭是種下做嘅單身啊，鄉下做人都夾堆，嘅基本一樣啊，啊我那有亂破班人的名上啊，啊。咩嘿？迄阿蘭喲，老記真阿叔，迄鄉下應該係動電隊哦。
哎呦，亚总是没有打唔到，其他老妈你叫他去给他自由吧。哎，法师样讲冇错啦，但係佢阿奇珍係對阿蘭子有意思，做嘛要喺老朋友結婚呢？冇啥。家样哎，还有一种测验，测验嘛个啊？错啊，测验，阿兰也反应啊。那位有你暗行啊？有，头摆有一间买子啊，鬼上头伫鬼近一朋友结爱鬼啊，鬼市吼头伫甲披萨群又 free。用按签啊！仲未講，嘿，啲阿奇珍讓我用到按呢，按鹽嘅鋪書啊，冇啥。無上輕頭擺，我已影響到誒。阿飛喲，你講嘛個呀？嘿，你硬做唔啲嘢呐？你按人說我用嗰條鋪書去這個什麼要愛捱冇愛捱㗎？啊？哼！我頭擺吐書㗎，你做唔啲哦？搭細阿姐就做個當戲種呢？哎啊？啊！那是天生麗質，被拋棄。你還就這麼低啦，細阿姐。想講我睇這個。阿姨，新夢讓我送衫褲來啦，大擺像阿娘麻煩，真緊攏歹勢呢。歹勢嘛個，迄囝係麻煩，就搬轉來迄啦。我想我登記做你當做去啦。唉，你今日冇做咯，唔做冇轉來啊？就希望佢解到做啊。唉。好啦，算了啦，你哈，迄無相看到也是媽媽，也是真順定。不過有帶兵過來哦，爸爸迄轉來啊，你一天都出面哦，點啊？我知啦。好啦，有乜事情，咱打電話轉來幫阿姨，我先做你無限咯。哦好。阿姨，拜拜。小妹妹，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不小心听到你跟你阿姨在说点事儿，我看你好像很不开心的样子，所以我想关心一下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不会啦。是因为我爸爸最近计划要再婚了啊，可是你不赞成吗？哎呦，哎呦，哦，哟，我有人留嘅面床，你都廿邊哦。誒，嘅彈性1號呢？看啦，哦，我操！哟，真好搞呢，再過來，我操！怪咧，佢彈簧嘅聲用喺落眼元素，暗槍咯。
哎，阿念错，你们大做就提下水某了。所以哦，爱迪嘞，你筹备好，老阿水吧，19，抽我。啊？大家？哦，爱迪嘞，19水嘞，放起来哈。来。来，我拉你先说。哎喏，我是按多久了？好，梦瑶，小乐家的我面床快睇，我去买新的本家的。哎呦，你做得老爱讲啊，爱做得老人听书。来，我老你哦，听书搬落去。等下。哎，来啦。哦，cái 舊的忙搬下來，新的塞上去，啊不用買啊。哦，好，我一下上去哈。哎，等。有做嘛？啲小樂家哋去檢房咩？唔係啲寫下字嘅，檢房啲都啲東西嘅較嘅。哎，我檢房家哋會排泄啦。唉，挨按胎房，挨唔會排泄啦，哈。好啦，挨咩啲唔講排泄，講排泄係假的，唔免。哦，哪邊假？我錯。爸，哎，小樂，哇！冇啦，把夢樣嘅。嘅面瘡咧。面瘡啊？嗯。爸，你真嘅要買呢？冇騙嘅。我是講，你把騙好嘅啊，騙咗講多就做多啊！上次咩冇多，搶係忙多添。錯。錯乜解？錯，阿年錯，日講法就留嘅嚴格強用啦嗬，唔係唔做，我有耐心嘅等啦嗬。就咪講，人啊，做我有耐心。係啊，我冇耐心，早就不看戲了。樂樂，你實去人家檢房啊，邊邊啊哈，不邊啲等天數咧。啊。哎，小樂啊，我老公嗬，有乜嘅需要聽書嘅嗬，你就喺挨嗬，挨咗條呀嗬，係唔分邊個嗬？阿文邊啊，來，我說兩個。阿文啊，嘅樂家嘅面床，我使去哪？哦，我會攞辦下來辦起嘅路口，係，再個請人來數，好嘛？哎呀，按大嫂，你很用燈呢。哎呀，俺冇送人好嘅。送人？送乜人？送啊！送來？係啊，唔值錢啊，就算嘅基本嘅搬運費5,000左右。5,000？係啊，我會嘅快提起嘅面床5,000。哎呦，我冇看見啊呢，我新鮮買家是當貴呢。我買嘅快提起嘅面床會做乜計啦？哦，我話到，呢種面床係小樂佢衰過嘅，永遠會當通下去。唔知啊，其實佢佢標題嘅天線盾順了，等佢北風落雨，等佢凹，等佢落，本佢咩？係個叫個惡事，咩個紅鳥，你出我可憐，你其他當然自己買衰過我面床，想到都痛，係啊，痛！阿文變了後生人係有錢有眼嘅，捱唔錯咧。廣府啊，廣府啊！阿年錯，做乜？強的，你家講幾多？7,000，8,000，你唔係講5,000咩？阿總的，我咋個講咧
就之前来买，这求讲求来千古小倩呢，这样用无看到见啊？系啊，佢简讯上也安写的呀。小倩，爸爸心梦你，爸爸心梦你，爸爸心梦你。耶，阿兰，系啊，头摆前后生日叫咱病叫只阿兰啊，俺叫无看到的啊。兩對過去，萬餘年初兩沙三沙五沙，來去天馬。看到是你我的風景，意外冇少一道，對面嘅生活意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生本意，總會講你一笑打招呼。對面嘅生本意，總會講。